各位弟兄姐妹，大家平安啊！在元宵节之前，都还可以说新年恭喜的哈。我在今天早上来的时候，还有一点时间，就跟一些弟兄姐妹聊天算一算说，我之前也在淡水教会担任过牧师，不过那是28年前，所以我们当中可能有很多人我并不认识在这28年当中，我们也看见很多的新的朋友进到这个教会来，感谢主。那今天在这个新年，其实还算是新年的开始，我们要透过这段经文一起来分享生命的一个很重要的功课，就是从成长到成熟。我不知道每一个人只要我们能够呼吸，我们还活着，我们都不断的继续在成长当中。可是成长跟成熟到底有什么不同呢？可能我们看到那个小婴孩刚出生的时候很可爱因为我是担任牧师的关系，所以我常常会去跟牧师娘去医院去看这个刚出生的小朋友，好可爱。但是各位，刚出生很可爱，那3岁的时候也很可爱，对不对？5岁呢很可爱，对不对？6岁、7岁很可爱。可是我从我孙子就学到一件事情，我一个男的孙子这个孙子当然是男的哈。好，他读小学，现在是3年级，他大概是1年级的时候，我说你好可爱哦，他就说阿公，不要说我可爱。我奇怪，说他可爱，他不高兴了。我说不然怎么办？他说要说我帅。原来他已经慢慢在长大，他觉得可爱还不够，他必须要是帅。因为他是男生，他帅；如果是女的，他可能要说你要说我很美，不要说我可爱。可爱是那个小孩子才叫可爱。我已经长大了，没有错。一个活的生命，他必定会成长，但是不一定会成熟。为什么？我常常听到一些长辈在骂他的孩子，骂他孩子说：“你都几岁了？你都几岁了？不要像什么？不要像小孩子一样。”可能他面对的是一个大学2年级、3年级，甚至大学毕业的孩子。你都已经大学毕业了，不要像小孩子一样，好不好？什么意思？也就是他的年纪、他的身量已经有成长了，但他不够成熟。甚至有时候遇到一些长辈，说起事情来翻颠倒似的，然后有理说不清，然后又常常又怎样，又说话不算话。你说什么？你帮忙好不好？你都几岁的人了，不要那么幼稚好不好？会不会这样讲？会。是为什么？明明他已经50岁、60岁，甚至像牧师都70岁了，但他行事为人还像孩子。我们说他叫做幼稚，因为他虽然年纪身量长大了，但他的心并没有越来越成熟。所以各位弟兄姐妹，你知道吗？我今年担任在教会服务已经42年，从毕业到现在42年。我有时候心里面一个最大的无力感。我要离开罗东的时候，我在罗东26年呢，各位，26年当中，我跟他们分享一件说，牧师觉得最无力感的一件事情是什么？你知道吗？我很坦白的说，我每个礼拜在台上讲道，把圣经、上帝的话语在这里来传扬，弟兄姐妹就听26年了，听26年了。可是牧师就一看说，怎么大家一脸茫然，好像都没有什么领受。纵使有人很感动，甚至流眼泪，但是各位弟兄姐妹，我诚实的说，我在他的生命里面看不到他的改变。我离开淡水28年，我不知道，因为我太久没有跟各位在一起。我看着刚才诗会的、诗情的、带敬拜的，从可能国小、国中这样到现在，我看到他们都
长大了，可是我不知道他们有没有成熟了，心智有没有成熟了。感谢主，我看他们带敬拜，我看他们诗情诗会，我知道他们越来越成熟，我知道他们越来越成熟。但是好多弟兄姐妹在教会很成熟，出了这个教会的门就这样，就不太成熟了。为什么？因为我们所接触我们的家人、我们的同事、我们的同学，有人跟我这样说啊，那个人也是你们教会的哦，请问这什么意思？看不出来。什么某某人还在你们教会当什么什么的，完全斗不上。为什么？明明在教会里面，哇，会唱诗，会祷告，会读经，为什么回到家里面，回到我们的职场，回到我们的学校里面，我们又掉落回到一个一般人的生活，心思意念是这样的不成熟。所以各位弟兄姐妹，在这个新年的时候，我们真的是要重新再一次回到上帝面前，好好的来审视，看我们自己的生命的状态。我自己用一段经文成为我自己的好像是座右铭一样，也是我常常祷告的时候，我就这样祷告说：上帝啊，求你鉴察我，知道我的心思，试炼我，知道我的意念，看看在我里面有什么恶行没有，看看在我里面有什么缺点，有什么问题没有，引导我走永生的道路。诗篇139篇23节24节。我自己在教会服务42年，不过我还是用这段经文做我的祷告，因为我恳求主帮助我，不要因为当牧师当了42年变成老油条，变成好像什么都很自然而从来不反省的人，而是我们真的是需要谦卑在上帝面前。特别我感谢上帝，因为一年只有365天，一年如果是3650天就很难过了，有365天，所以我们常常在过年，常常也有新年，在新年我们都有这样有一个新的盼望。各位弟兄姐妹，请问你对你的生命有期待吗？有盼望吗？不是啊，那是年轻人的事，我都已经80岁了，不用了。不是，每一个在上帝面前都是宝贝，我们都必须对我们的生命有所期待，如此我们才可以领受到上帝对每一个人的赐福说，耶稣说：“我来是要叫人得生命，并且得了什么？更丰盛啊！”那你怎么说？免啦，我的80岁啊，免那个啦。谁说的？你说的，不是上帝说的。圣经里面有一个人物叫彼得，他原来的名字叫西门。西门意思就是很微弱、很小，好像鸽子一样，没有什么能力的这个西门这个名字。但是耶稣遇到西门的时候，就对他说：“你是约翰的儿子西门，我要称你做彼得。”就是基法，意思就是磐石的意思。磐石，大的石头。彼得他的生命，他看自己是一个弱小的、微弱的西门，但耶稣说：“我称你做彼得，称你做基法，是磐石。”教会要在这里开始建立。各位弟兄姐妹，你不是彼得，我也不是；你不是保罗，我也不是。但是提醒我们，上帝认识你，上帝知道每一个人的生命，他要对你说：不要小看你自己，要对你自己有一个期待，对你自己生命有一个期待。纵使这个期待可能是很小，
这个期待可能跟别人没有办法比，这个期待可能是这样的不显眼，但是是上帝要使用你的机会，是上帝要让你的生命能够来见证他，能够荣耀他，来造福人的。一个老师对自己要期待，不是吗？否则每一年就是又要上课，又是教这一群不要讲啊。可是当我们对孩子们有期待，对你带的班是最烂的班，是人家不要带的班，可是你有没有期待1个学期后、1年后他们有所改变？虽然他们的改变跟那个资优班还是差很远，虽然他们改变跟一阶班差得很远，但是当你看到这些孩子们因着你对他的期待而你的用心，当他们在改变的时候，那就是老师最大的什么？最大的快乐跟满足，不是吗？我当一个牧师也是一样，我讲道都讲了那么久了，然后看到弟兄姐妹没有任何的改变，是我感觉到最大的无力感。是牧师讲道出了问题，还是上帝圣经的话语出了问题，还是我们的耳朵出了问题？但后来发现是我们的心出了问题。我们听也听懂了，也感动了，但是在我们的生命生活当中，却没有确实的把它活出来。为什么？因为我们是何等的软弱，我们是何等的有限。所以为什么我们需要信仰？为什么我们每个礼拜需要来礼拜？为什么我们需要参加小组？要看见自己的软弱，看见自己的有限啊！我立志行善由得我，行出来怎么样？由不得我啊！因为我是如此的有限跟软弱，所以对不起，疫情造成一个教会很大的危机。也就是说，我有在礼拜，在哪里？在我家客厅看着直播。我不是说直播一定不好，也不是说一定不能在家里礼拜，我都不是那个意思。但是当你失去了这个信仰的团体，而单独一个人在看电视的时候，谁能够提醒你？谁能够帮助你看见你自己的软弱跟有限？了解我的意思吗？很好啊，在这里看电视，甚至还可以看那个淡水教会。今天王牧师讲到不行了，我看那个另外一间的那看另外一件是有一个弟兄跟我夸口说，牧师，我这个礼拜没有去哦，可是我做3场礼拜。我第一场先看某某某哪个名目的礼拜，然后第2场看我们教会的，第3场我又看另外一个教会的，有没有虔诚？好像是，但是他失去了，他忘记了自己的有限跟软弱。道理不难，今天诗会读完圣经，我们可以结束了，可以回家了。需要我再继续讲吗？好像不需要，圣经写的那么清楚，那么简单，好像就可以回家了。但是我们需要这个信仰团体，是因为我们看见自己的有限跟软弱，我们需要有人帮助我们，提醒我们：你后面裤子破一个洞了，我看不到。你后面有一个地方脏了，我看不到。我头很乱，我看不到。有人要提醒我，帮助我，有人要为我祷告，有人要鼓励我，有人要陪伴着我。所以来礼拜很重要啊，不是为了牧师啊，不是要说牧师我有来报道，所以我的会友只要跟我讲说，牧师这个礼拜我请假，我不能去礼拜，我说对不起，我不接受。请假也不可以哦，我不是，你请假跟谁请？你跟上帝说，不要跟我说，我才不在乎你今天有没有来礼拜。我又不是要做业绩，对不对？我做业绩说哇，我今天多1个礼拜。你跟上帝的关系，你跟弟兄姐妹的关系，你如果真的要请假，你应该跟其他弟兄姐妹说对不起，我这个礼拜没有办法陪你们一起礼拜。
你应该说跟弟兄姐妹对不起说，这个礼拜我没有办法来，没有办法让你提醒我什么地方做错了，而不是跟牧师请假。今天的经文，我们从哥罗西书，我们知道圣经新约的很多的书卷，哥罗西、以弗所、加拉太，这都是地方的名字。当保罗出去传扬福音的时候，在那个地方开始召集弟兄姐妹一起聚会、一起敬拜的时候，那个地方就成为教会。那个教会的名字就用当地的名字，在加拉太就叫加拉太，在以弗所叫以弗所，在淡水叫什么？叫淡水。所以你可以确认，淡水教会就是淡水第一间教会啊。因为第二间开始就，特别是长老教会，第二间开始就不叫淡水教会了。有了一个叫淡水国语礼拜堂了，对不对？啊，如果在一间呢，就要另外一个名字。所以哥罗西教会意思是在哥罗西有一群基督徒在那里礼拜。可是保罗写了那么多封书信里面，罗马跟哥罗西并不是保罗去传福音的，因为当时的交通不方便，要到一个地方是要非常多的时间，走路、骑着马车、坐着马车，都要耗费很久很久的时间。所以当你读《使徒行传》提到保罗出去传扬福音，到了这个土耳其一带啊、西亚的一带传福音，你不要以为他是今天去啊礼拜五就回来了，千万不要这样想啊。他每一次出去都至少2年、3年的时间绕一圈。我们知道保罗有3次的旅行传道，对不对？每一次都超过2年了，啊，因为很不方便。特别他那一次在以弗所就住了1年半，所以那一次至少超过3年。所以当保罗在以弗所的时候，他派了他的徒弟提摩太啊、希拉等人到了哥罗西去传福音。所以哥罗西的教会不是保罗直接传福音，但是因为跟他有关系，所以他一直在关心这个教会。以前没有手机，没有其他的通信软体，所以必须透过写信。保罗通常透过写信来勉励教会，帮助教会建立他们的信仰。然后他也从同工们的口中回来的同工来告诉他关于那个教会的一些情况。哥罗西教会，保罗写信给这个教会，因为他关心这个教会。当他为他们祷告的时候，如果你有圣经，你可以回到这个哥罗西书的第1章的前面，他除了第1节、第2节是请安以外，第3节他这样说：我感谢上帝，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常常为你们祷告，因听见你们在基督耶稣里面的信心，并向众圣徒的爱心，以及那给你们存在天上的盼望、信望爱。保罗听见哥罗西教会的情况，我觉得很有意思。保罗在他书信当中，他除了请安以外，通常会为他们祷告。但是这个祷告的第一个，他一定先肯定，也看见那个教会的优点。他知道教会不完美，都有问题，但是他一定先看他们的优点。这个很重要，因为我们习惯性，我们都先看什么？看缺点，先看我们没有的。所以当你很口渴的时候，看到那里有半杯水，你看到什么？哎呦，怎么只有半杯？这是正常人，对不对？正常人就这样，只有半杯哦，我口渴的要命，只有半杯。但是一个有盼望、有信心的说什么？好在还有半杯，甚至他还可以把这半杯跟旁边的人这样一起分享。但是如果你认为说只有半杯，隔壁人说可不可以分我一口？不行啦，只有半杯怎么可以分你一口？你的生命就是越来越萎缩。但是一个带着盼望的人，当他一样看到半杯的水，但他珍惜他拥有的时候，他就有可能跟人家分享。我们的生命刚才讲成长跟成熟很大的差别在这个地方，你知道吗？当你一直看到是没有的时候，
你就说我没有啊，没有办法啊，我就是不会啊。那请问这个人有可能付出什么吗？因为他觉得什么都没有了。但是当一个人珍惜拥有的，说感谢主，我还有100块在我的口袋，感谢主，我还有足够的衣服可以穿。当你看到有一个人没有饭吃的时候，你说好不好？不然20块给你去买个包子，因为你还有什么？你还有100块。可是你就说，哎呦，剩下100块怎么办呢？我没有办法了啦。你根本不可能去关心人，不可能帮助人。所以我们看到保罗肯定这个教会充满着信心、爱心跟盼望，以至于对这个教会保罗也有所期待哦。对这个教会保罗也有所期待，而这个期待不是只有他的期待，他要带出上帝对这个教会的期待，也就是今天我们所看的经文。第9节，因此我自从听见的日子，听见什么？我们刚才有念了，听见什么？这个教会有信心、爱心，有盼望。OK， 我听见了，感谢主，你们有，所以我要为你们不住的祷告，就是继续的祷告。祷告什么？好，你们需要在新的一年，也要为自己祷告，为自己祷告。这新的一年，你要跟上帝立一个约，这新的一年你要怎么样来继续向前迈进？他说：“愿你们在一切属灵的智慧悟性上，满心知道上帝的旨意。”哎呀，各位弟兄姐妹，我们那么认真的来礼拜，我们那么认真的读圣经，我们那么认真的祷告灵修，为的是什么？请问为了什么？没有啦，就圣经很熟啊。你考我看看，我哪里不会？我就是很会祷告哦，我可以祷告哦，20分钟不用停哦。然后呢？如果我们的信仰只是来做礼拜，只是来读圣经、来祷告，然后显明你自己很厉害，有什么意思？没有意义啊。那你倒不如在家里睡觉。你今天那么用心的在这一些事上，你为的是这样，为的是能够更了解、明白上帝在你生命当中的心意，不是吗？对不对？你那么用心的来追求这个信仰，就是能够更认识上帝，更明白上帝的旨意，不是吗？不然你来干嘛？来交朋友可以啦，也不错。来享受一下，夏天有冷气，冬天怎么没有暖气？奇怪，啊！如果我们来追求这个信仰，只是为了大富大贵，只是为了我们生活平安，说实在，传统的信仰也这样做。传统的信仰这样，刚才杨王慈讲的，传统信仰也这样做。每一年过年，很多人都去庙里求什么？求平安嘛，求大富大贵，对不对？传统信仰这样做，可是我们的生命是不一样。我们不但要成长，我们要需要的是成熟的生命。所以满心知道上帝的旨意，为什么？第10节说：“好叫你们行事为人对得起主，凡事蒙他喜悦。”叫你们所作所行能够对得起主，而且能够蒙他喜悦。要做什么？在一切善事上结果子，渐渐多知道上帝。原来基督徒生命要不一样。我们的不一样不是这个面容的不一样，我们的不一样不是身材的不一样，我们的不一样不是我们家多华丽、多大间，不是。我们的不一样，也不是因为我们的学问有多高，都不是。而是看见一个基督徒的生命是
明白上帝的旨意，能够活出正确的生命，能够这样，能够结出好的果子，蒙上帝喜悦。我刚才讲，很多人虽然信了耶稣，但生命没有改变。那我们信耶稣就白费力气了，就好像你去看医生，开给你的药吃完了，一点感觉都没有，都没有比较好。吃了3天，吃了6天，吃了1个月都没有好，请问你还吃吗？没有用的，这个药吃没有，你早就换医生了，你早就换药了，不是吗？如果这个福音、这个信仰对你的生命没有任何的改变，没有任何的作用，那你不觉得你很浪费吗？我喜欢罗马书里面那一句话，第1章第8节说：“这福音本是上帝的大能，要救一切信他的人。”这福音本是上帝大能。你知道“大能”这个词在原文，它跟一个字是亲戚啊，哪个字？跟炸药。这个大能跟炸药都有能量的。我们知道，在要挖山洞，如果机器挖不行的时候，最快的方法是就用炸的，因为那个炸药的威力把岩石能够炸裂，炸出那个山洞出来。这福音本是上帝的炸药，怎么到你身上就熄火了？就一点作用都没有，那这个炸药一定有问题，这炸药一定有问题，对不对？所以各位弟兄姐妹，今天我们真的是要很诚实的面对自己的生命的状态。我知道你很用心，我知道你每个礼拜都来礼拜，我知道你的家里都还有灵修、有读经、祷告，但是你要问一个问题：为什么对你的生命没有任何的影响力，对你的生命没有产生任何的变化？我刚才讲，看见自己的软弱，看见自己的有限，不要太得意，不要太自夸。我是牧师，牧师一样跌倒，对不对？我是长老，长老一样犯错。我是执事，执事一样会倒退路。看见自己的软弱，看见自己的有限，谦卑的来到上帝面前，就好像我刚才说，我常常用这样祷告说：上帝啊，求你鉴察我，知道我的心思，试验我，知道我的意念，看看在我里面有什么恶行没有，引导我走永生的道路。我如果要走永生的道路，我必须要学习这样的功课，而不是说告诉上帝说：我有去礼拜，我有读经，我有祷告，我有奉献。你要告诉上帝说：感谢主，你的福音，你的信息在我的生命，让我生命得到改变。你的福音，你的信息在我的生命里面产生化学变化，我不一样，我能够不断的结出好的果子来。但是这个结出果子来，更重要的是什么？我们不但是在顺境里面结出好的果子，哇，一帆风顺，哇，你行事为人真的好棒，人家都说哇，某某人信耶稣以后真的很棒。问题是我们的生命会一帆风顺吗？会吗？天有不测风云，基督徒会不会生病？会不会？基督徒会不会车祸？基督徒会不会跌倒？基督徒会不会肚子痛？都会呢。重要的是，在我们的生命的困境，在我们生命当中的苦难当中，我们更能够显出生命的成熟度了。在顺境，大家都哇活得很风光啊！哎呀，基督徒美好的见证，哇，感谢主。但是
在逆境当中，我们有没有办法见证主？第11节这样说：照他荣耀的全能，得以在各样的力上加力，好叫你们凡事欢欢喜喜的忍耐宽容，欢欢喜喜的忍耐宽容。忍耐跟宽容放在一起很奇怪哦。忍耐是什么？我说忍耐至少有2种了哈，可能有第3种我不知道，但至少2种。一种叫台湾式的忍耐，我听到很多长辈跟我讲，其实牧师也开始当长辈了哈。他说啊，没法度啦，都拄到啊，没是要安怎，啊就吞忍啊，没有办法就遇到了啊，啊就只好忍耐啊，要不然就是什么哦，那如果传统的更好玩，他说，哎呦，牧师我的命地歹啦，我的命运太糟糕了，所以没有办法，只好这样，只好忍耐。这叫台湾式的忍耐，叫无可奈何、不得不的忍耐。但是圣经的忍耐不一样啊。圣经忍耐这个原文的字，意思就是说，是忍耐没有错，但是它是带着盼望的忍耐。如果你回去能够看希伯来书，他提到有一个人叫做这个亚伯拉罕，上帝应许他多子多孙，应许他要给他牛奶与蜜的地，有没有？但是结果他有没有看到？没有呢，没有呢。圣经里面提很多人，但希伯来书第11章这样讲说，这些人都是存着信心死的，并没有得着所应许的，却从远处望见，且欢喜迎接。没有看到，可是欢欢喜喜的去面对他前面的道路。虽然走得很坎坷，虽然没有走到终点，但他远远的已经看到终点。这叫什么？带着盼望。有没有人当中参加过马拉松比赛？我的会有参加马拉松的，我们学校老师有参加马拉松的。他说最困难有一个叫撞墙期，就是42公里当中跑到一个地方跑不下去了。好像撞到墙一样，跑不行。但是他说，只要忍过那一段，他后面就很轻松了。所以有一个人，这个人就是我们所信的耶稣，一样在希伯来书这样说。他说，我们要脱去容易缠累我们的罪，存心忍耐，奔那摆在我们前头的路程。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为什么？因为就学耶稣啦，你的忍耐要学耶稣的意思啦哈。他因那摆在前面的喜乐，就轻看羞辱，忍受十字架的苦难。听懂没有？他说我们要抛弃一切的重担，要存心忍耐，奔跑我们前面的路。可是这个忍耐要仰望我们的耶稣基督。为什么？从他身上我们看见什么？他说：“因摆在前面的喜乐，就轻看羞辱，忍受十字架的苦难了。”一个成熟的生命，不是在顺境当中显明，而是在逆境当中看见他存心忍耐，因着看见前面上帝所应许的丰盛生命，应许的永生盼望，他就这样存心忍耐，奔跑那前面的路，就好像妈妈一样。请问妈妈们，怀孕辛苦不辛苦？辛苦哦，刚开始会害喜啊，我北调他在形容北调国语怎么说啊？害喜，然后呢就开始越来越重，对，躺这样也不是，躺这样也不是，躺这样也不是，吃东西也觉得不知道怎么办哈，反正就很不方便。所以就跟牧师啊，我好想快一点下货哈，卸货，赶快不是卸货了，不是下货，落会赶快卸货哈，好不容易到了生产的时候，很快乐吗？还没有，很痛啊，哇，阵痛，有人快很快，慢的话3天也在痛，痛3天都痛不过。
他说啊，牧师现在不痛了，开刀都不痛。谁说的？开刀下去，麻药一退，开始痛，痛到好痛，痛好久，好不容易伤口好了，天气变化了，怎么痒痒的，怎么怪怪的？如果你有开过刀就知道哈。你说牧师怎么那么清楚？因为牧师娘就是剖腹生产啊，所以我就知道很辛苦。但是每一个妈妈看见孩子出生的时候，那一种的喜乐、满足、喜乐跟满足，她忘记了把过去的怀孕的辛苦、生产的痛苦都放下，而是满心的欢喜来抱着他的孩子。牧师可爱不可爱？不是牧师啦，是孩子可爱不可爱？眼睛像不像我？鼻子有没有像他爸爸？才怪！但是那个妈妈的喜悦。各位弟兄姐妹，一个成熟的生命，不但是要成长，不但是在顺境当中能够坚守住上帝的话语、上帝的旨意，在逆境当中，我们还是可以坚持的，在苦难当中可以坚持的向前迈进。有一个人，他真的很惨，生意失败，又生病，孩子也出问题，很多的问题。他的朋友就跟他讲说：“帮忙啊！你信耶稣信到那么可怜，你干脆不要信了啦。”但是这个人告诉他说：“感谢上帝，因着我对上帝的信心，因着上帝对我的爱，让我可以面对这些苦难，可以勇敢的走过去。否则，我不知道我能不能撑到今天。”这叫做成熟。所以，当我们能够真的是说，在力上加力，叫你们凡事欢欢喜喜的忍耐、宽容，然后这样，因为我们这样才能够去承受上帝要为我们预备，跟众圣徒在光明中同得基业，因为他救我们脱离黑暗的权势，把我们迁到他爱子的国度里面。我们在他爱子的国度，罪得赦免，罪得赦免。我刚才讲，来礼拜很棒，读圣经很棒，祷告很棒，灵修很棒。但是，你为的是什么？你为的就是知道，在这个信仰里面，因着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为你为我所付出的代价，你罪得赦免，你有一个新的生命的盼望。所以再讲一次，如果你的生命都没有任何的改变，如果这个信仰对你生命没有任何的影响力，那请问你到底信耶稣干嘛？如果这个信仰对你来讲一点效果都没有，如果这个药已经吃1个月都没有用，你吃这药干嘛？对不起，在新年的时候，跟大家在一起来学习，一起来互相鼓励。对你的生命不要放弃，不管你今年几岁，对你的生命要有所盼望，对你的生命要有所盼望，要有期待，因为上帝对你有期待。你的生命可以改变的，你的生命可以改变的，你的生命可以活得更好。不但你有成长，可以更成熟。当你更成熟的时候，忍耐，刚才忘记讲，宽容，你的生命就开阔。当你开阔的时候，不是因为你不会犯错，你还是会犯错，但你勇敢的承认错，你勇敢的接受人家的这个责备，不是你比人家漂亮，你可以容许别人比你更漂亮，这叫宽容；你可以容许别人比你更高，你可以容许别人比你聪明，这叫宽容。因为你对自己很知道，我是上帝所爱的，我可以改变，我可以成长，我可以更成熟。我们一起来祷告。谢谢主，你与我们同在，在我们所走过的日子，你就是一步一步的带领我们。你看着我们长大，你看着我们长大，但是你对我们生命有一个更高的期待，是希望我们能够更成熟。主啊，谢谢你。我们新的一年，我们就朝这个目标来努力。感谢主，有新年，我们可以一个新希望。
我们就开始走这一条门上帝你喜悦的道路，门上帝你所喜悦的道路，所作所行合乎你的心意，门你的喜悦能够结出美好的果子来。谢谢你，祷告奉主耶稣的名，阿们。